第6章，恁着小心，毋通将好事行伫人的面前，故意互因看见。若是安尼，就袂会得到恁天父的赏赐。所以你施舍的时阵，毋通伫恁的面前出分号，亲像遐个假冒伪善的人，伫会堂内甲伫街路顶所行的，故意要得到人的荣耀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因已经得了因的赏赐。恁施舍的时阵，毋通互倒手知正手所做，要互恁施舍的事行伫暗中，恁的爸伫暗中察看，的确报答恁。恁祈祷的时阵，毋通亲像遐个假冒伪善的人，爱徛伫会堂内甲十字路口祈祷，故意互人看见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因已经得了因的赏赐。恁祈祷的时阵，就入恁的内厝，关门，祈祷你伫暗中的爸，你的爸伫暗中察看，的确报答你。你祈祷毋通亲像外邦人，用真侪重复的话，因掠做话做，的确得到随听。恁毋通效法因，因为恁未祈求的大圣，恁所欠用的，恁的爸早已经知影啦。所以恁祈祷就安尼讲：阮伫天顶的爸，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，亲像行伫天顶。阮今日就用的啉食，今仔日赐互阮，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赦免人的罪。毋通互阮拄着试探，救阮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拢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恁赦免人的过犯，恁天顶的爸也的确赦免恁的过犯。你无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天父也的确无赦免恁的过失。恁禁食的时阵，毋通亲像遐个假冒伪善的人，面的顶面带着忧愁的样貌，因为因将面做甲真歹看，故意互人看出因是禁食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因已经得了因的赏赐。恁禁食的时阵，着洗头洗面，毋通互人看出恁禁食，只互恁暗中的爸看见。你的爸伫暗中察看，的确报答你。毋通为家己积聚财宝伫地上，地上有虫咬，卫生拍歹，也有贼乌空来偷摕。只要积聚财宝伫天顶，天顶无有虫咬，袂卫生歹，也无贼乌空来偷摕。因为你的财宝伫倒落，你的心也伫倒落。目睭就是身躯的灯，你的目睭若光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目睭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内面的光若黑暗，迄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一个人袂会服侍两个主人，毋是怨恨这个
疼迄个，就是看重即个，看轻迄个。恁袂话搁服侍上帝，搁服侍马门，所以我甲恁讲，毋通为着性命忧虑，食什么，啉什么，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性命无赢价伫啉食吗？身体无赢价伫医场吗？恁看，迄个天顶的白鸟，也无种，也无收，也无积蓄伫仓内。恁的天父尚请养活伊，恁袂比白鸟较贵重得多吗？恁倒落一个会用思虑，互岁收较多一刻呢？何必为伊场忧虑呢？恁想旷野的百合花怎样发起来？伊也无劳苦，也无芳泽。若是我甲恁讲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阵，伊所称治的，犹久毋达到这个花的一蕊。恁这个小信的人啊，旷野的草，今仔日要治的，明仔日就歇伫路内。上帝要甲伊安尼的装他，何况恁呢？恁毋免忧虑讲食什么，啉什么，穿什么，这拢是外邦人所求的。恁欠用的这一切物件，恁的天父是知影。恁大声着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，这的物件拢要加互恁。所以毋通为明仔日忧虑，因为明仔日自然有明仔日的忧虑，一日的难处，一日担当就够啦。